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愿亲平安。咱即阵拢无看诶吼，观众朋友无看咱两个哦，敢看到这哦。毋是因为青梅不会请。毋是因为青梅，是因为咱调工藏起来吼。因为今仔日要来讲什么？好，咱出题啦。青梅不会请。青梅，青梅啊，空请拢无关系哦。其实是安尼，对无？毋是咧讲青梅，也毋是咧讲请，是咧讲一项代志。就是讲你毋知影头前诶危险，戆戆啊，照你诶意思，伊得做，伊得正，伊得对头前行去吼。今仔阮师母第一名咧吼，晚安师母你好。所以咧，咱今仔日嘛要讲一个科学家诶故事吼。大家会知影讲这什物 X 光哦，即个人诶故事对吧？咱来看 X 光。是，这是老师做。这是阴极射线管啦吼。阴极就是讲所有诶电子拢是对阴极出来。普通内底吼有阴极，阴极就是讲负电诶意思啦。负电诶电子对遐射出来。德国有一个物理诶科学家，伊就伫遐咧实验。因为即款阴极咧射线足好算，会当出蓝色诶光、紫色诶光，逐项拢会，啊，会当做出一个工课，看伊内底诶变化。伊个电子对阴极射出来吼，以后会发生什么变化？伫遐咧做诶时，忽然间伊看到伊家己诶骨头，伊诶手伊互照着，照着看到伊诶骨头，伊就感觉足奇怪啦，足戆影。伊看到诶时就较紧去甲因某因太太讲。因太太有那时感觉足戆影，讲伊看到家己诶手诶骨头诶时就讲，哇！我看到我死后诶我家己啊，人死了剩骨头嘛。真正诶。所以伊就讲照着我死后诶人。看到剩骨头诶家己。即款就是阴极射线管啊，咱叫做真空管，因为咱甲伊阴极甲迄个阳极甲伊加做一落连配咧管仔内底，来抽真空啊，所以咱叫真空管。所以这老师家己会晓做对无？这是较早诶电子诶材料啦，即摆无人咧用啊吼。无人用这，但是这个声毋是做好嘛？就是用这。即摆有人搁留咧做音响对无毋对？是，所以我会记得你听到这个声了，你就袂想要去听别款声吼。这是真好听诶吼。所以咱来看，伊咧讲，因为伊大先发现即个 X 光诶时候，人就改名做伦琴，伊诶名叫伦琴啊，伦琴诶光。毋过伊讲无爱啊，讲无爱安尼名吼。伊是1901第一届颁发诺贝尔物理奖。诺贝尔奖是对1901开始，以后每一年拢有是第一届得着诶。是德国诶发明家伊是发明迄个，伊就找着迄个 X 光诶射线。是。伊就针对为什么伊会讲叫做 X 光？这 X 光是安怎来？因为伊根据圣经希伯来书4章12节，根据这个来讲 X 光的名。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刺入破开。心内遮的念头甲嘴也无敢察，就是讲上帝是光，这个光会当照入到人的骨髓，骨头骨髓拢照入，甚至人的意念，就是讲你咧想啥，伊拢知影。所以讲根据上帝是光，伊这个光是足厉害，会当看透你的内心。所以讲，这个光就是基督的光，所以伊就讲
希腊哦，希腊文的基督是安尼写，希腊文我毋捌啊，但是我知影希腊文是安尼写，第一字个 X 啦。X 哦，伊的基督写起来第一字带好 X。所以伊就讲即个就是 X 光，X 的光吼，就是基督的光的意思啦。其实伊是要讲，其实吼本地叫做伦琴哦，叫做伦琴的光，伦琴光啦。目前也阁有人安尼讲吼，伦琴光就是 X 光。哦，是。所以就根据即个圣经讲，即个基督的光，伊会当看入去到人的目肚。哦，原来是安尼，所以这以前拢毋知影呢吼。哦，但是哦，虽然是安尼，因着做欢喜啊，伫遐实验，后来佫会当做出侪代志哦。对。后来吼，咱看，即张就是用 X 射线纪念碑啦。即个纪念碑原来伫德国的一间病院，是伫1936年的时伫遐立碑。拢总纪念359个科学家，无一定科学家，有时是助手啦，还是有 X 光的伫遐工作的人员，因为毋知影讲这对人的身体吼，会死人就对啊，毋知影即个问题，所以就戆啊踮做，结果有359位，就安尼毋知影来死去啊，青面翡翠。就拢毋惊就对啊，因为伊毋知影，青面翡翠的意思就讲你毋知影头前的危险，伊就咧做，叫做青面。青面美国吼，咱看伫美国吼，伫艾伯特一个个介绍的吼，伊捌利用 X 的光来创造出美容的除毛机啊，就讲安尼。除毛机就是咱个化妆用的吼，结果伊个正手吼，因为 X 光伊工作伤严重，所以伊就严重来切掉伊个手，佫有几万人的妇女，因为拢伫遐治疗嘛吼，也是讲伫遐咧除毛，结果拢有会有病。爱迪生也共款，伊制造的是。有这就做侪机器啦，伊伫遐爱迪生是一个科学家吼，伊真爱来创造来发明，结果伊个助手来死去，所以伊来停止 X 光的实验。这就是讲青面翡翠，因为咱毋知影伊的危险，咱也知影讲 X 光的来源咯，咱看圣经。对，所以圣经嘛是有一个毋知影的。咱来看这段圣经哦，佮有一个记者名叫列塞罗，规身躯生甲全粒啊，倒伫遐个好野人的门口。咧叫好野人倒骹所加老的食物来治疗。到马来市较生粒仔的所在。所以即个人真可怜，迄个好野人真好野吼。是，行路拢有风诶。行路有风一个好野人。然后人个看结果是安怎呢？观众朋友要看卖啊，倒一个人诶结局是好诶，这免摇对无？拢知影吼。哪会安尼吼？结果是即个。我跳过讲，伊个到啥？后来两个人拢死去啊。好野人嘛是会死去啊，记者嘛是共款会死去呢，拢会过身。两个拢已经过身，过身以后，迄个阿伯来汉诶边啊有迄个善良人，迄个记者。毋过迄个好野人呢，因为伊较无同情心嘛吼，伊无听人诶心，结果伊是伫咱叫做地狱啦吼，地狱吼。伊就伫遐大声发，迄个好野人哦，就伫遐大声发，圣经在咯，讲我的祖先阿伯拉罕啊，怜悯我，可怜我，求你找列塞罗，用指头仔尾温水来，互我的喙齿凉一下。指头仔尾温一骨粒仔水，就互我凉一下，安尼啊爽快。因为我伫即个火焰中咧受
苦毒，伊伫遐足艰苦，足艰苦，足喙焦。讲你叫粒沙咯，用枕头啊尾，运一股仔水，等我的喙互我凉一下，干那安尼啦，干那一骨粒仔水就欢喜到个，就满足啊，是毋是真可怜？拜托一个安尼，拜托来运水互我啉一下，毋是啉无，是运安尼凉一下尔。等一下尔，嘿，结果伊无法度。讲也要人讲我无法度啊，讲咱中间吼隔开个深坑，或者讲我袂当去你啊，你嘛无法度来我遮。然后伊就讲，若是安尼吼，你看，若是安尼吼，来咱看，12章27节，迄个好个人就讲，既然是安尼，就讲我袂当去，你也袂当来。既然是安尼，我的祖先啊，阿伯拉罕啊，求你找粒沙路。去阮老爸的厝，去阮老爸的厝创啥？因为我有5个兄弟，互粒沙路通对因经过，免得因嘛来即个非常痛苦的所在。讲伊还阁有疼心啊，疼伊家己的兄弟。伊讲我有5个兄弟的，因拢无爱相信啊。你叫粒沙路对世人讲，中国话去甲伊讲，应该伊就会相信啦吼，伊来经过。毋过阿伯来讲诶，无法度呢，这无可能诶。免啦。阿伯来甲伊讲，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诶话，就是有人对世人中国话，因嘛毋信。真正诶呢。咱来看。世人中国话，若有一个人对世人中国话甲你讲你着爱安怎做，你敢要信？有可能哦，有可。耶稣是毋是世人中国话？这真诶也假安尼。耶稣是毋是世人中国话？是啊。耶稣个啥？爱信是讲，伊是毋是甲你讲？你若相信伊，你会罪得赦免。然后伊就要用伊伫十字架死来代替你的罪，你就得到赦免。安尼你敢袂？白白得到赦免敢袂？毋过耶稣讲的世人中国话呢，足侪人嘛无爱信，对无？是，真正。所以阿伯拉罕甲伊讲，就是有人对世人中国话，伊嘛是毋信，就即个意思哦。就讲青梅毋为情，因为咱毋知影死后诶代志，所以咱即摆着凊彩黑白做啊，做犯罪诶代志啊，还是讲无听心诶啦、陷害人诶啦，逐项拢恶毒诶代志，拢总做会出来。因为咱毋知影头前迄个危险是啥物，将来诶审判是啥物，所以叫青梅毋为情，咱毋通做青梅。是，属灵诶青梅是真正歹啊。属灵诶青梅啊吼，嘛是无一定讲是爱杀人放火对无？吼，就是讲有当时啊，毋知影，感觉家己足敖诶，来吼会感觉讲我明仔载要来创啥，所以毋知青梅毋为情，就是毋惊吼，讲明仔载就无命安尼，像迄即个有钱人安尼吼。伊咧，有人车祸淹落，是，伊看到即个乞食诶时，就看无起伊哦。结果伊死了吼，要互乞食，互伊担一点仔，来甲伊担一点仔，拢无法度安尼。是无简单诶代志吼。其实足侪诶人无伫在生诶时，真正是。无法度去想遐尼多，无想死后诶代志，将来诶代志拢毋知，因为咱逐个拢毋知，所以上好是毋通青梅毋为情哦。人甲你讲头前有情，你着爱坚强爱美咧。是，所以青梅人着看袂着光对无吼？所以老师即阵用即张翕着即个光，咱今仔讲。即个光是日头诶光啦。日头诶光，上帝光透过迄个树叶就射出来。是，就像迄 X 光安尼吼，就是讲会当看到咱以后诶人生吼。所以咱会当看
看入去到人的心内咧想啥。所以咱若要想要看咱以后的人生诶，咱就爱来找即个光哦，观众朋友，你若有机会会当到就近诶教会去找即个真正诶光吼，会当看到以后诶人生吼，就是足光明诶吼，毋免像迄青暝安尼吼，蒙蒙也毋知影蒙去佗。好，安尼今仔日真多谢观众朋友来捧场哦，也多谢老师，嘿，甲咱讲即个真精彩诶迄个故事吼，拢毋知影 X 光是安尼来吼。所以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点10分，太空7点10分，佮做伙来讲台语哦。咱即个节目是台湾的台南新教会林老师兼泰国启蒙基金会吼做伙联合主持的吼。多谢观众朋友有一个泰国人来哦，多谢证据，虽然听无，就是来捧场的吼。多谢明辉、美秋、淑华师母吼，好，安尼大家后礼拜再会，平安，多谢老师。